OK，今日同大家再介紹一個超級靚、超級抵玩嘅袋。呢個係 Hermes Click 嘅33黑色，仲要咁佢價錢係20,800蚊嘅。呢個係都十分之抵嘅價錢啦，仲要佢容量好大。咁佢扁平嘅設計其實都好 fashion，佢又可以單肩，又可以手提，又可以斜孭嘅應該。係，俾大家睇下，上身俾大家睇下。睇啲斜孭啊！呢個長度嚟講，其實都唔會話十分之短 ，OK 幾好。個長度十分之不錯。跟住咧，單肩我哋可以將呢邊抽起身，咁樣單肩又得，咁樣又短啲單肩咯。你放翻落去，咁佢手提都得嘅，咁樣手提都係十分之靚。咁我如果有興趣咧，快啲嚟我哋鋪頭睇啊！加連威老道41號A地鋪